李嘉誠話齋，買樓嘅三大黃金法則係乜嘢啊？地段，仲係地段。今日娟姐帶你嚟參觀一個中山市中心地段為王嘅一個樓盤——金鷹半山花園。買樓之前你一定要睇，如果唔係嘅話，實會後悔。何謂地段之王？你睇我屋企門口行出嚟，過條馬路對面就係中山地標萬象匯入邊嘅盒馬先生啊！如果你想食新鮮海鮮嘅話，半個鐘可以送翻屋企。再往右手邊係我哋嘅百佳廣場門口，亦都係我哋嘅地鐵口。香港嘅朋友仔留意啦，睇我鏡頭前邊呢部呢，就係我哋嘅永東巴士啦，冇錯，喺屋企落樓咋，行過對面。車都唔使搭啊，直接可以直達返香港。我哋嘅教育係全年齡段覆蓋，從幼兒園、初中、高中到大學，就喺屋企門口咋。醫療配套呢，都係我哋朋友仔非常之關注噶啦。咁中山嘅山格醫院、人民醫院啊，就喺我哋項目嘅右手邊，步行過去5分鐘可以解決，車都唔使開啊。城市中心寸土寸金嘅地段，仲幫你做埋咁大嘅花園，層層疊進，你仲想點啊？成為我哋嘅業主，樓下食飯、做磚、做 facial， 全部幫你打折。歡迎返到你嘅屋企，唔想頭痛裝修，唔想頭痛設計嘅朋友仔，一定要睇過嚟啊！開發商落重本啊，5000蚊一平方嘅豪裝，幫你諗好晒。中意飲茶飲咖啡，中意飲紅酒、洋酒、白酒嘅 fans， 呢個啱唔啱你心水啊？我唔知你中唔中意啊，反正我覺得 OK， 所見皆所得啊吓！你見到依家嘅所有嘢，裝修開發商幫你諗掂晒，淨係入門口呢度啊吓，鞋櫃都幫你度埋，見到嘛？轉個位呢度放雙門冰箱啊，冇問題，夠晒。再過嚟鞋櫃啱先唔夠放埋嚟呢邊都 OK。哇，咁樣嘅廳，哇，叫啲3、5知己朋友過嚟，啲衫反都唔一樣啊，好唔好啊？反正我覺得好掂啊！搵錢咁辛苦，嚟參觀埋你嘅主人房先，係一個套間嚟噶吓。幾舒服，晚黑想飲杯紅酒嘅，坐喺呢度，哇，望下樓下嘅一個游泳池，啲景正到不得了啊！同太太嘆翻2杯係嘛？太太生多嘅冇所謂，呢邊嘅衣帽間夠晒佢放。依家啊，拎包入住啊，帶埋精裝修，幫你解決咗所有頭痛嘅問題。除咗正話嘅主人房，仲有2間房添嘅喎。如果小朋友嘅住呢一間啦，光線開揚，非常之靚。你啊，樓下嘅景望晒我哋成個園林啊！游泳池啊，正啊！再嚟睇下，咦，係咪啊？衣櫃每間房都有啊吓。如果亦都有 fans 上嚟探你嘅，呢邊都可以整到個客房，咁啊費事佢住酒店啦，係咪？上嚟嘅話，同你一齊可以嗲翻2杯，亦都可以留宿。咁靚嘅裝修，咁好嘅位置，200萬都唔需要啊，係咪好心動呢？需要呢個戶型資料嘅後台 DD 我。香港朋友仔睇樓，免費專車接送啊吓！